继续来看卫福部国家中医药研究所、甲台中的营总、甲三军总病院来合作，结果发现用中药治疗新冠病毒，会当缩短患者住院的时间。14个患者当中有12个8天到10天采检3解阴性，拢出院了。那安尼是毋是会当甲中医的疗法甲摕来治疗呢？讲爱个需要指挥中心的评估。要治疗新型冠状病毒，除了西药啊、瑞德西韦中药啊，毛药方卫福部国家中医药研究所、甲台中营总、三总等病院，以中西合并治疗，结果发现讲，这个患者会使缩短住院的时间。14个患者内面，8天到10天到12个人，3摆检验阴性出院。可以对病毒的这个棘蛋白跟这个ACE2 这个接受器结合呢，有很好的这个阻断的作用。伫新型冠状病毒预防针还未就此进前，这是一个好消息。中医药署嘛将这个发现交予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，希望讲中医疗法会使纳入治疗。各家医院治疗，当然尊重各家医院的选择嘛。那至于要不要纳入所谓的我们专家小组所建议的临床指引里面，那就是由专家小组大家共同来讨论。这摆西医主要是支持性的疗法，中医是锁定病毒的程度，嘛伫SARS学习经验，以中药来抑制重症患者体内片面细胞激素的风暴。虽然临床的实验已经患者恢复健康，不过相关的配方都需要接受专家小组的评估，才都纳入中央治疗的指引。